大家好，我係 Jason Hawk，係 CTech 警察局及金苑警長辦公室的一名警官。今天我們想為你提供一些建議，幫助你提高警覺，避免成為近期本地區詐騙案件的受害者。這類詐騙通常是有人冒充金苑警長辦公室的副警長或警官給你打電話，他們可能聲稱你有未處理的逮捕令，或錯過了陪審團義務，甚至說你的家人已被逮捕，並表示唯一的解決辦法是要求你支付費用或罰款。在這裏，我要鄭重說明，CTech 警察局、金苑警長辦公室以及我們的任何合作單位，絕不會透過電話要求你支付任何費用或罰款，更不會要求你使用禮品卡、加密貨幣或電匯等方式付款。需要特別提醒的是，這些詐騙分子往往以我們社區中的年長群體為目標，因為他們更容易信任他人，也不太熟悉相關技術。那麼你可以怎麼做呢？最好的做法是，一旦聽到這些可疑跡象，請立即掛斷電話，不要在電話中提供任何個人資訊，不要向你不認識的人轉賬、寄禮品卡或進行任何形式的付款。那麼你如何核實對方是否為真實的執法人員呢？你可以請對方提供一個回撥電話號碼，然後透過你常用的方式進行查詢，確認該號碼是否與詐騙有關，同時你也可以詢問對方的職務和警號。隨後請撥打我們的非緊急聯絡電話206-296-3311。你可以透過該號碼與我們的911接線員進行核實，確認對方是否是真正的合法警官或副警長。如果確認是詐騙，請使用剛才提到的同一非緊急電話進行舉報。我們掌握的資訊越多，就越有可能追查並捉獲這些不法分子。最後，請多關心你的朋友、家人和鄰居，及時了解資訊，提高警覺，共同守護我們的社區，遠離詐騙風險。感謝你的聆聽。